重生于义，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可能会由心，其实这些所做不好的事情，就例如说，可能我们对一个人生气，我们因为很执着于，例如说很执着于钱财，所以我们可能就去骗，透过骗的方式，我们去骗人家的钱财。那这些对别人他人所造成这个不好的影响，其实都是从我们的这个心念产生的，所以我们要回归的是我们的内心在想的是什么，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五毒去影响我们。我们生来只要是人，一定都会有，只是说我们若要去忏悔修改，那我们应该要回归我们的内心去思考说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背后真正的意念念头是什么？那去从那个念头下去改过，那这样子才会是比较完整的去改过这样子。或许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可能是像或许平常在与同事之间讨论的时候，或许会很多时候会觉得说，可能或许有时候讨论，有时候这样子讲一讲，就或许会变得有一点越来越大声，有点生气，那就是有一个嗔恨心的感觉，那可能或许会觉得，我都已经说这样了，你怎么还不懂？或是说，或许就觉得我讲的这个是对的啊，你为什么要一直跟我争辩这样子？那其实这如果要回归内心，或许是觉得，或许那时候可能起了一个，可能有一个就是，我们有一个傲慢的心，我们或许觉得我自己这个我是很大的，我是很就是我是很大的，那别人的想法其实是不是对的？只有后续想的才会是真的。所以说，那其实是一个慢骄傲的产生的嘛。那我就后续就变成要回归这个内心的想法而去改过，那才有办法真正的去改过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说，他这边提给大家的两个，或许觉得两个很重要的点是，我们要知道。